及除孙权沉吟半晌，曰：“斯言是也。”8岁，后人有诗叹曰：“汉末才无敌，云长独出群。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知文。天日新如镜，春秋一薄云。昭然垂万古，不3分。”又有诗曰：“人杰为之古谢良，士民争拜汉云长。桃园一日凶和地，祖斗千秋地禹王。气侠风雷，无匹敌，至垂日月有光芒。至今妙貌迎天下，古木寒鸦几夕阳。关公寂寞，坐下赤兔马，被马中所获，献与孙权。权即赐马中骑坐，骑马数日不食草，料而死。却说王府在麦城中，骨颤肉惊，乃问周仓曰：“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，立于前。即问之，忽然惊觉，不知主何吉凶。”正说间，忽报吴兵在城下，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。王府周仓大惊，即登城视之，果关公父子首级也。王府大叫一声，堕城而死。周仓自刎而亡。于是麦城亦属东吴。却说关公阴魂不散，荡荡悠悠，直至益楚，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，名为玉泉山。山上有一老僧，法名普净，原是泗水关镇国寺中长老。后因云游天下，来到此处，见山明水秀，就此结草为庵，每日坐禅参道。身边只有一小行者，化饭度日。是夜日白风清，3更以后，普净正在庵中默坐，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：“孩我头来！”普净仰面地观，只见空中一人，骑赤兔马，提青龙刀。左有一白面将军，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。一起暗落云头，至玉泉山顶。普净认的是关公，遂以手中竹尾及其护曰：“云长安在？”关公阴魂领悟，即下马乘风落于鞍前，插手问曰：“吾师何人？愿求法号。”普净曰：“老僧普净，昔日泗水关前镇国寺中，曾与君侯相会，今日岂遂忘之耶？”公曰：“相蒙相救，敏感不忘。今某以欲祸而死，愿求亲悔，指点迷途。”普净曰：“习非今事，一切休论，后果前因，彼此不爽。今将军为吕蒙所害，大呼孩我头来，然则颜良、文丑、武关、六将等众人之头，又将向谁所耶？”于是关公恍然大悟，稽首归依而去。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，乡人赶其的就于山顶上建庙，4时至祭。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：“赤面秉赤心，骑赤兔追风，驰驱时无忘赤地。青灯观青史，仗青龙偃月，引为楚部，会青天。”却说孙权既害了关公，遂尽收荆襄之地，赏犒3军，设宴大会诸将庆功。至吕蒙于上位，故谓众将曰：“孤久不得荆州，今唾手而的皆子明之功也。”蒙再三训谢。权曰：“袭周郎雄略过人，破曹操于赤壁，不幸早咬，鲁子敬待之。子敬初见孤时，便及帝王大略，此一块也。曹操东下，诸人皆劝孤将，子敬独劝孤赵公瑾逆而击之，此2块也。唯劝吴借荆州与刘备，是其一短。今子明设计定谋，力取荆州，胜子敬、周郎多矣。”于是清浊酒赐吕蒙。吕蒙皆酒欲饮，忽然执杯于地，一手揪住孙权，厉声大骂曰：“闭眼小儿！子然鼠辈，还是我否？”众将大惊。急救时，蒙推倒孙权，大步前进，坐于孙权位上，两眉倒竖，双眼圆睁，大喝曰：“我自破黄巾以来，纵横天下30余年，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屠我，我生不能啖汝之肉，死当追吕贼之魂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。”权大惊，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。只见吕蒙倒于地上，七窍流血而死。众将见之，无不恐惧。
权将吕蒙失守，举官安葬，赠南郡太守禅陵侯，命其子吕霸袭爵。孙权自此感关公之事，惊讶不已。忽报张昭自建业而来，全军入问之。昭曰：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，江东或不远矣。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，视同生死。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，更兼诸葛亮之谋，张、黄、马、赵之勇。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，必起倾国之兵，奋力报仇，恐东吴难与敌也。权闻之大惊，迭足曰：孤师计教也。似此如之奈何？昭曰：主公勿忧，某有一计，令西蜀之兵不犯东吴、荆州，如磐石之安。权问何计？昭曰：今曹操拥100万之众，虎视华夏，刘备急欲报仇，必与操约和。若二楚联兵而来，东吴为矣。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转送与曹操，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，必痛恨于操。西蜀之兵不向吴而向魏矣。吴乃观其胜负，于中取势，此为上策。权从其言，遂遣使者以木匣胜关公首级，星夜送与曹操。时操从磨皮班师回洛阳，闻东吴送关公首级至，喜曰：云长已死，无夜眠贴席矣。阶下一人出曰：此乃东吴疑惑之计也。操视之，乃主簿司马懿也。操问其故，懿曰：袭刘、关、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时，视同生死。今东吴害了关公，据其复仇，故将首级献与大王，使刘备迁怒大王，不攻吴而攻魏，他却于中成变而图事耳。操曰：仲达之言是也，孤以何策解之？懿曰：此事极易。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意香木之躯，以配之，葬以大臣之礼。刘备知之，必生恨孙权，尽力南征。我却观其胜负，蜀胜则及吴，吴胜则及蜀。二楚若得一楚，那一楚亦不久也。操大喜，从其计，遂召吴使入。呈上木匣，操开匣视之，见关公面如平日。操笑曰：云长公别来无恙。言未毕，只见关公口开目洞，须发皆张，操惊倒。众官急救，良久方醒，故谓众官曰：关将军真天神也。吴使又将关公显圣不体，骂孙权追吕蒙之事告操。操愈加恐惧，遂设生礼祭祀，刻沉香木为躯，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。令大小官员送殡，操自拜祭，赠为荆王，插冠守墓。即遣吴使回江东去讫。却说汉中王自东川回成都，法正奏曰：王上先夫人去世，所夫人又难归，未必再来。人伦之道不可废也。必纳王妃，以相内政。汉中王从之。法正复奏曰：吾亦有一妹，美而且贤。常闻有乡者，乡此女后必大贵。先曾许刘焉之子刘茂，茂早夭，其女至今寡居，大王可纳之为妃。汉中王曰：刘茂与我同宗，于礼不可。法正曰：论其亲疏，何意尽闻之与怀淫乎？汉中王乃依允，遂纳吴氏为王妃。后生二子，长刘永字公寿，次刘礼字奉孝。且说东西两川，民安国父，田和大成。忽有人自荆州来，言东吴求婚于关公，关公立拒之。孔明曰：荆州为矣，可使人替关公回。正商议间，荆州捷报使命络绎而至。不一日，关兴道据盐水掩七军之事。忽又报马到来，报说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，提防甚密，万无一失。因此玄德放心。忽一日，玄德自觉浑身肉颤，行坐不安，至夜不能宁睡，起坐内室，秉烛看书，觉神思昏迷，扶脊而卧。室中忽起一阵冷风，灯灭复明，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。
玄德问曰：汝何人？营业至无内事。其人不答。玄德一怪，自起视之，乃是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。玄德曰：贤弟别来无恙，夜深至此，必有大故。吾与汝情同骨肉，因何回避？关公泣告曰：任兄起兵，以雪地恨。言讫，冷风骤起，关公不见。玄德忽然惊觉，乃是一梦，时正三鼓。玄德大疑，即出前殿，使人请孔明来。孔明入见，玄德细言梦境。孔明曰：此乃王上心思关公，故有此梦，何必多疑？玄德再三疑虑，孔明以善言解之。孔明辞出，至中门外，迎见许靖。靖曰：某才赴军师府下报一机密，听知军师入宫，特来至此。孔明曰：有何机密？靖曰：某是闻外人传说，东吴与蒙以袭荆州，关公已遇害，故特来密报军师。孔明曰：吾夜观天象，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，已知云长必然被获，但恐王上忧虑，故未敢言。二人正说之间，忽然殿内转出一人，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：如此凶信，公何瞒我？孔明视之，乃玄德也。孔明、许靖奏曰：是来所言，皆传闻之事，未足深信。愿王上宽怀，勿生忧虑。玄德曰：吾与云长是同生死，彼若有失，孤岂能独生耶？孔明、许靖正劝解之间，忽进士奏曰：马良一即至。玄德即召入问之。二人据说荆州有失，关公兵败求救，呈上表彰。未及差官，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。玄德即召入，化哭拜于地，细奏刘封、孟达不发救兵之事。玄德大惊曰：若如此，吾弟休矣。孔明曰：刘封、孟达如此无礼，罪不容诛。王上宽心，谅轻提一旅之师，去救荆州之急。玄德泣曰：云长有失，孤断不独生。孤来日自提一军去救云长，遂一面差人赴郎中报之意的，一面差人汇集人马。未及天明，一连数次报说关公夜走灵举，为吴将所获，亦不屈节，父子归神。玄德听罢，大叫一声，昏厥于地。正是唯念当年同事死，忍教今日独捐生。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78回，至封及神医身死，传遗命奸雄数中。却说汉中王闻关公